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在这2天的日子当中，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领受这样的平安？虽然经历了地震，虽然经历了许多事情，也愿上帝带领我们，赐福于我们。在今天的早晨，我们要一起来读《列王纪上》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。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也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也来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，将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在这样日子当中，也愿上帝亲自看顾，你眼目必看顾这地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成为今天我们的敬拜。敬拜，全心呼喊，全能的神，愿你降临，慈爱双手，大能帮背，直到如今人心升起。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成
主，愿你的恩典就在当中，愿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。虽然我们经历了这大地震，虽然我们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，你没有离弃我们。愿你来这当中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大声的敬拜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。愿我们的敬拜是你所悦纳的，让我们高举双手，被你拥抱。主啊，你的眼目必看顾这地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来成就，你必赐予在我们当中。你要让我们去经历你，主啊，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，谦卑的回转向你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的灵就在当中充满你的殿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4月5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《列王纪上》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。《列王纪上》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。大卫临终的时候，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：“我离世的日子到了，你要刚强，做大丈夫，你要遵守上主你上帝的命令。”顺从他一切的法律诫命，就是那记载在摩西法律书上的命令。这样，无论你到哪里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。如果你顺服上主，他一定会守住他的诺言，就是说，只要我的后代谨守他的命令，一心一意忠心于他，他们就能够长久统治以色列。还有一件事，你知道约押杀了以色列军队的2个元帅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以铁的儿子亚玛撒。你要记得，他在太平的日子杀了他们，像在战时屠杀一样。他杀了无辜的人，而我却为他所做的事担负责任，为这事的后果受苦。你知道该怎么处置他，不可让他善终。你要好好的对待基列人巴西来的儿子，照顾他们，因为我逃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，他们厚待了我。还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，在我往马哈念去的那天，他凶狠地咒骂我。可是后来他到约旦河迎接我的时候，我指着上主的名发誓不杀他。但是你不可让他逍遥法外。你是聪明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你一定要想法子把他处死。大卫死了，葬在大卫城。他做以色列王40年，在希伯伦统治7年，在耶路撒冷统治33年。所罗门继承父亲大卫做王，他的王室非常稳固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前几天在读的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了，在这个大卫，他最后要把这个皇位给谁呢？所以这当中到底是亚多尼亚还是所罗门？其实，在一个家庭当中，应该也很多这样争权夺利的状况在里面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家庭的关系如何？这家庭当中，大家所看的是怎么样？大家期望的是领受到什么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每个人都有不同想法。有人觉得，反正那个东西也轮不到我。亚多尼亚对他来讲，以前可能也觉得轮不到我，但是到了押沙龙死去，到了大卫年老老迈了，他会发现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如果我再不争取的话，这机会就过去了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转折的时候，而在当中很重要的是，在这当中这个点是不是出现了？而这个点出现之后，这个位置究竟是谁的？这当中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许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心意，我们依然要做某些操作。而这样操作之后呢，或许你也可以上那个位置，但是后续也来看上帝怎么样来处置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所罗门上位了，他很名正言顺的上位了，他在当中也去领受这些该有的这些方式、这些仪式。所以大卫这时候也很刻意的用了一些方式，让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是谁，是所罗门。所以当所罗门上位之后，接下来这段时间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当亚多尼亚在抢位置的时候，当所罗门正式的登基做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其实他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所以在第二章第1节这边就讲到说，大卫临终的时候吩咐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，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也在他最后的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赶快的处理。有些人其实对我们来讲，以前常常说啊，买坟墓、买墓地是很不吉利的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以前也有些人，他的想法就很不一样，他就先把墓地买起来，甚至买了家族的。早期也有人买了一些坟墓，买了棺木。我们看到前阵子也有个艺人，他办了自己的一场告别式。当然很多做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确实也有些人在临终之前先办了生前告别式。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那个艺人，我没有去看到那个文章，只是听说了，我觉得那种想法也不错。其实他也觉得人生无常，接下来会怎么发生不知道，何不在这个时候先做告别呢？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？其实对我们来讲，不也是如此吗？人终究要面对死亡。台湾人其实也不只是台湾人，有许多国家的人也是一样害怕面对死亡。然而在真的是经历死亡的时候，常常都说来不及了，我该说的没有说，我该交代的没有交代。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常常是如此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其实我记得之前也有带过一次聚会，在乐龄的时候，还是在哪一个团体当中，也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要做什么，要交代。其实我们要去想，我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其他人说？或许你的其他人可能是你身边的人，可能是你的家人，可能是你那些好朋友。所以许多时候，当我们面对死亡的那一刻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讲不出来了，可能你也没有力气说了。但是当我们还可以说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先做交代？所以以前的人也很不喜欢写遗嘱，因为觉得写遗嘱好像就在交代后事。确实，
也在交代后事。而大卫这时候，也就是交代了这一些恩恩怨怨的事情，哪些事情该处理，哪个人该怎么处理。其实有些东西也不用讲了，因为国家都已经给所罗门了，这些财产、这些国家、这些王权的部分也都交给他了。最后有几件事情要交代的，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临终的时候，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：“我离世的日子到了，你要刚强，做大丈夫。”其实不容易，当我们要当一个领导者，很不容易。你要怎么带领这群人往前走？你要怎么样让这些人归顺你，让这些人跟着你走，让这些人一起回到上帝面前？所以我们常常会批评，我想我们很多人，非常多人都会批评那些官员，批评立法委员，批评总统，批评市长，常讲的好像一副我来做都比你还厉害。但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当中该怎么做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当所罗门上来的时候，或许他有想过他会当王，或许没有。然而他当王的时候，我想他也会经历到很多的困难。最简单来说，当那2个妓女带着孩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处理？到底是他的还是他的？这个时候说验 DNA， 以前呢？所以这是最简单的，我们有没有这头脑，有没有这智慧去处理它？或许我们现在都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记载，然而当你不知道处理方式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处理吗？所以他鼓励他，你要刚强，做大丈夫，你要挺身而出，你要站立出来，你要去承担这一些。这个国家是大卫打下来的，所罗门是接棒的。其实有时候接棒的，你会觉得太平盛世很好接啊，但是接棒的，你也会看到后续是很多人，你要怎么去处理他？你要怎么用这些人？这些适当的人，你怎么样放他在适当的位置？这些不适当的人，你怎么样让他离开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，这都不容易。然而我们看到大卫，虽然他打下来的这片天地，但是有个问题，他在那过程当中，为了稳定大局，他为了要塑造某一些形象，他也跟这些人立了一些约。所以许多时候有些东西他不能动，有些事情他不能动，所以在当中他交代给他儿子，也勉励他，你要刚强，做大丈夫。过去我挺着，当我还没死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帮你，但是接下来我要死了，我要离开了，接着就是你的时代了，该怎么做？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卫不是只在算账而已，更重要的，他还交代他最基本的原则。当然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处理干净了，这个国家也就稳定了。因此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，在一个教会，在一个群体，你有没有原则？你有没有基本原则？我常常在说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，就是上帝的话。但是我最近也听了一些 YouTuber 来讲，说有多少人在教会是有读圣经的，甚至他还挑战说，你的教会的牧师会不会跟你谈圣经？会不会教你读圣经？会不会将一些东西教给你？还是只要你听他的而已？大家都不读圣经，都不知道上帝的话语，牧师说的就照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基本原则就是圣经，就是上帝的话。我们也就是要回来读圣经，我们就是要领受上帝的话。我们有很多方式让我们更懂圣经。当你懂圣经，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往前走。所以在教会不要让我们成为渔民，也就是你圣经都不懂，都不了解，牧师说的就是这样子。
而是我们要懂圣经，然后我们一起寻求上帝的心意，我们一起跟着上帝来走。让我们一起走在上帝带领当中。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大卫对所罗门的要求也是如此，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走。所以他说，你要遵守上主你上帝的命令，顺从他一切法律诫命，就是那记载在摩西法律书上的命令。所以就是如此，你要去读，你要去懂，你要去遵行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遵守上主你上帝的命令。所以一切记载在摩西律法书上面的这些命令都要去遵守，而且要照着上帝的要求来做，该献祭就要献祭，该敬拜就要敬拜，什么事情该怎么做就照着这样子。如果我们没有懂圣经，让我们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我们没有读经祷告，我们没有灵修，我们只是每个礼拜来这边做而已，我们说是做着礼拜的基督徒而已，只是坐在那边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做礼拜的基督徒，或许以前也开玩笑说台语叫坐礼拜，坐在那边礼拜的而已。也有些人说不是基督徒，是礼拜徒，只是来参加礼拜而已。所以当中让我们生命里面不只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透过这当中，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我们会愿意跟着来做。所以我从以前好几年前听一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，还讲到说，若一个人他喜欢圣经，他有在读圣经，他愿意照着做，那你就不用担心他了。确实，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他势必是一个喜欢读圣经的人。当他读圣经，他就会把它读进去，照着去做。大卫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也鼓励他的儿子要成为这样的人，要遵守上帝的话语，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顺从他一切的法律诫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们生命需要如此来到上帝面前，照着他这边讲到说摩西法律书上的命令。我们现在来看，就是我们整本的圣经，我们要去读。所以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一年都在推行读圣经，每一年把圣经读完一次。牧师也在讲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每天要灵修，要 QT， 要默想上帝的话语，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。这不就也是大卫在说的吗？大卫跟他的儿子所罗门说的，不也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些吗？所以要遵守上主你上帝的命令，顺从他一切法律诫命。而这样的命令，这样的诫命，就是记载在摩西法律书上的命令，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。当你这样做的话，无论你到哪里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需要将这些摆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很多时候你觉得读圣经是以前的事情，大卫所讲的不也是如此吗？是以前上帝透过摩西所留下来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所读的也是透过摩西这些先知们，以及这些使徒，以及保罗等等这些人所留下来这些内容。上帝透过这些人所留下来，也就像希伯来书里面在讲到说，上帝借着许多的人多次多方向我们说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就需要如此。当我们这样做，他说无论你到哪里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。我们喜欢这个，但是回来再讲到说，他还讲前面。所以都说我们在看到是我们希望成功，我们希望怎么样，但是在当中我们要看到前面在讲的，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顺从他一切的法律诫命。所以这样的顺序不是把摆做，而是先回来看到前面的，然后看到后面的赐福。我们常常是用交换的，为了要成功，所以我要遵守。应该反过来，你去遵守，上帝就祝福在你当中。如果你顺服上主，他一定会守住他的诺言。
所以这成功是我们顺服。所以他继续讲说，如果你顺服，他一定会守住他的诺言。所以上帝是现实的上帝，是公义的上帝，是怜悯，是慈爱的。所以当他以前这样说这样做，他要祝福亚伯拉罕，他要祝福大卫以及他的后裔，也就是如此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顺服上主，他一定会守住他的诺言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领受这些的时候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喜爱上帝，我们要愿意来到他面前来敬拜，要领受这一些。所以他说，当你这样做的话，接着他继续讲说，就是说，只要我的后代包含你，只要我的后代谨守他的命令，谨守上主的命令，一心一意忠于他，他们就能长治久安，长久统治以色列。我觉得这就很讽刺了。当大卫这样讲之后，其实也就是所罗门一开始照这样做，但是后面就变质了。所以有太多东西引诱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变质。所以在所罗门的后面变质之后，后面这一整串就发生很多事情。有些人会觉得哇很有趣，以色列王国也是如此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去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生命是要怎么样来走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只要我的后代谨守他的命令，一心一意忠于他。所以从你开始，所有的后代愿意遵守，其实也不是从你开始，从大卫本人开始愿意这样做的话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赐福不离开这个家族，所以这些后代都能够长久统治以色列。但是后续就改变了，确实改变的不是上帝，改变的是这些人。从所罗门后续离开之后，慢慢的造成很多问题。上帝也拣选了其他人来坐在以色列王国的位置。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原则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抓住信仰的原则？你有没有抓住生命的原则？一些原则你有没有抓住了？这边提到说还有一件事，你知道约押杀了以色列军队的2个元帅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以铁的儿子亚玛撒。我想这件事情所罗门应该知道，在当中都出于人的嫉妒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人嘛，无可厚非，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。确实人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，而约押就做了这样的事情。在当中他会嫉妒，他会眼红，他也找了很多方式，很多的机会，就这样把亚尼尔杀了，就这样把亚玛撒杀了。这2个人虽然有一段时间可能是敌对的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卫他是惜才的，这些他们愿意臣服在他面前，他是能够容纳他的。但是约押看不下去，因为他的位置也曾经被亚玛撒抢走了，所以他趁机就把这2个人杀掉，找一些机会私下就把他杀了。他讲到说，你要记得，他在太平的日子杀了他们，像在战时屠杀一样。他杀了无辜的人，而我却为他所做的事担负责任，为这事的后果受苦。许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如此。当你要成为一个领导者，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背负这些。约押是他所带出来的人，跟他也是有亲戚关系，他所做的他担，他所做的他担。其实也让我想到很多事情，也就是如此。在教会很多事情在发生，很多时候也不讲，我们要担。所以这样的责任
其实大卫他也背了很久。其实教会有很多事情，我也听过很多牧者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后来自己经历也发现确实如此。很多事情我们不会去讲，大家也去讲了很多，不会去讲，也就是自己承担了这一些。当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也是一样，就这样子，我们也没有讲太多，就这样担了。其实有时候就让自己好像黑掉了，就让自己好像怎么样了，但是我们只能说，这我们承担了，因为我们成为一个领导者。这许多人的事情，即使是在很多组织当中也是一样，你手边的这些人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也都是由你来承担。所以是在你的身上在这时代所发生的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会去说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就是如此，这些事情他都为他们担了。所以他说，而我却为他所做的事情担负责任，为这事的后果受苦。确实，当人家讲那些闲言闲语，有些人讲了他多风光，但是却由我们来承担他许多后果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有苦说不出，而是我们确实吞下去了。在面对这么多的苦楚的时候，大卫最后跟他的孩子讲，这些事情我担下来了，但是后续可以的话由你来做处理。所以说你知道该怎么处置他，不可让他善终，不可让他善终，所以你就好好的处理他吧。其实可能在大卫身上跟一些人有一些约定，所以他也不处理，他也没办法处理，因为有些约定，但这些约定在他死后也就过去了。所以他说你知道该怎么处置他，但是回来其实看到那一些作乱的人，做那些糟糕事情的人要处理，而这些善待他们的人，他说要好好的照顾他们。他说你要好好的对待基列人巴西来的儿子，照顾他们，因为我逃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，他们后代了。在他逃跑的时候，也有人在当中雪中送炭，带了一些食物给他们，帮助了他们存活下来。所以当中有恩报恩，该处理要处理。所以在里面讲到说，要好好的对待基利人巴西来的儿子，照顾他们，因为我逃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，他们后代了我。还有一个人要处理，他说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，在我往马哈念去的那天，他凶狠的咒骂我。在撒母耳记里面有提到，当在那时候他说他离开了那地方要往马哈念的时候，那个示每就在他后面骂，一直骂。大卫的部下说要不要处理，他就说就这样吧，让他去骂吧。但是当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，示每却到约旦河去迎接他，所以在那时候他也为了稳定这局势，所以他发誓不杀他。其实在当中那时候也觉得示每有点像墙头草一样，在那行事的时候他破口大骂，然后在那当中看到这种情势，又回来迎接他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落井下石，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会落井下石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明白这些情势呢？其实当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很难受。
真的，我们生命里面也确实累积了许多这样的事情，被人咒骂，被人抹黑，别人做了很多事情，却成为我们需要承担的。其实，在当中也看到，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事情，有些人打死不承认，说啊，我不记得啊，我没有啊，然后很多事情就变成牧师身上的事了。我们说很多事情罗生门，那种罗生门，最后也只能有些人来承担，而有些人也很墙头草。而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，也就是这些人，其实他没有上帝的话语，他没有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做主。所以他说，但是你不可让他逍遥法外。你是聪明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你一定要想法子把他处死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，当然我们不能杀了一些人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其实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做一些处置。在一个国家当中，他需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需要处置。我们看到后续所罗门的国家是昌盛的，也就是他做了这些处置，也就是他照着他爸爸来所教的大卫王所说的来做，而在当中也领受了上帝的祝福，在当中他也处理这些之后，在当中就带出了一个太平盛世。其实我们看到，当一个国家，如果你没有把那些东西处理掉，你该感谢的人没有感谢，你该处置的你没有处置，这个国家就一直在纷乱当中。在一个团体里面也是一样，没有做一些处置的时候，大概也就没办法做很多事情，因为你要做什么，里面一直有人在作乱，一直有人在扯后腿。就像大卫要留下那很好的将帅的时候，有人就暗地里把他们杀死。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在教会里面，有时候有一些人很有能力的，很有恩赐的，也却被一些人把他压掉了，甚至赶走了。因此，当我们在当中会看到一个国家、一个团体、一个教会，这许多的问题当中，大卫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讲。但这时候，大卫对所罗门就挑明的讲：这些人有什么问题，把它处理掉。而这些人很棒，要鼓励他们，要奖赏他们。所以他前面一开始就说：你要刚强壮胆，做大丈夫。确实，在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需要刚强壮胆。也需要去承担某些该承担的，而有些是要处理的事情也该处理。因为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智慧、聪明去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当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，有些教会他们怎么样？确实，他们有些人会骂说他们排除异己，也确实这些教会他们排除异己，排除那些不信上帝的，排除那些不顺服上帝的。排除那些不愿意跟着一起来走的人，而也让那些真的顺服的、愿意摆上的，能够好好的服侍。这才是一个团体里面比较好的，不是一直在讲人情而已。讲人情，大卫有太多人情了。这些人何尝不是他的亲人呢？都是有关系的，是谁的谁？是他妈妈的姐妹的儿子。对他来讲，也都是表兄弟，有太多这样的裙带关系了。但是回来再看，该做处理的要做处理。如果没有处理的话，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很多事情，如果这个人不是读圣经，不是祷告的人，不是顺服上帝的人，不愿意遵守上帝命令的人，
这样的人所做的事会让你气死。当他讲完之后，最后这边讲到说，大卫死了，葬在大卫城。大卫死了，葬在大卫城。最后这边在数算他所做的，他总共做了40年，在以色列做王40年。一开始在南犹大的时候，在希伯伦那边有7年，后来北边的以色列也交在他手上，所以他就移到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所罗门继承父亲大卫做王，他的国势非常稳固。所以当然，如果用人来看也是一样，前面这个国家是他父亲打下来的，所以非常强势，他手上也很多这样的人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接手之后，后续也记载说他去处理了这一些，奖赏分明，该鼓励该奖励的给了，这些该处理的他也处理了。因此在这里面，让我们来看到我们需要进到这当中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当我们要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很重要。前面一开始在讲那些，当大卫一开始跟他的孩子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要刚强，做大丈夫。你要刚强，做大丈夫。”第3节这边说，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顺从他一切的法律诫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如此。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上帝面前，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也期待我们在当中每天的读经里面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能够领受上帝的带领，而也是当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去实践出来，让我们去领受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：遵守上主你上帝的命令，顺从他一切诫命。无论你到哪里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主愿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刚强，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教导，让我们行事为人照着主你的带领来走，让我们领受大卫对
所罗门所说的，要刚强，要做大丈夫。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，遵守你的命令，顺从你的法律跟诫命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，来做王，而且让我们在当中去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人生当中要去处理的许多事情，也看到我们在教会、在群体当中需要做的一些处理。那一些胡乱作为的人，我们势必要做一些处置；而那一些真心献上、那些帮助我们的，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去感谢。愿主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当中一代比一代更加强盛，一代比一代的更加领受你的恩典与祝福。而在这样的昌盛的之前，也让我们在当中确实愿意顺服在主你面前，不是一直在讲人情，不是一直在讲那一些某些东西，而是真正的让上帝你的话语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在我们生命来掌权，愿主你在我们的教会来掌权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当中去领受了这些，去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。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我们所领受的，愿我们所摆上的，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合足你的心意。愿主你赐福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摆上，恭敬的摆上，愿主你悦纳。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祈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献上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也让我们继续有一点时间在主人面前安静等候，领受上帝圣灵的教导。